交通意外来关心的是，屏东潮州火车头前下晡3点外的时阵，发生控制盘各样的状况，互南火线甲西部干线逐班车拢万分是隆重影响到64个车次。这代替是直到昨暝9点外的时阵，才总算修复好势，恢复通车。也那潮州站副站长伊是表示讲，其实这控制盘上久是定定出问题，早就建议代替应该爱换。暗时7点外，屏东火车头月台电子榜，过来车榜拢显示到站的时间未定，月台顶真侪旅客拢等无车，因为下晡3点25分，屏东潮州站控制盘突然故障。地书专站的号志无法显示，列车车榜的信息歹去，造成南火线双向的列车大慢分，包括自强号和区间车在内，平均延误30到60分钟，甚至有8班火车慢超过100分钟。电务人员跟厂商他们在换修那个材料可能侦查修那个号志异常状态。15点35发生，那台铁动员相关电路的人员在进行抢修嘛，那也加强播音向导旅客去乘车。代替抢修的过程中，嘛启动临时措施，西势至潮州路段采用单线双向通车，潮州甲南州之间改用人日通讯。加在伫暗时9点7分，潮州甲南州的号志才修复好势，恢复通车。不要开哦，首先不要开哦。好，我知道，现在号志都不见了，我先关门哈。潮州站的副站长嘛，伫网络顶打出当时事发的状况，伊表示讲，台铁的控制盘已经足旧的啊，进前就建议爱换。台铁统计，即摆事件总共影响64班车，延误5600分钟左右。针对控制盘的故障原因，中岛进前台铁也未做说明，只是甲旅客会室内表示会检讨相关机制，加强未来预防措施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